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3月2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啊。今天胡适又是磨洋工的一天又是墨迹的一天呢。截至收盘A 股三大指数震荡整理，沪指跌0.04%，深成指跌0.05%，创业板指数跌0.26%。这已经是连续好几天是这种走势震荡。今天像是画了一个十字线这是最近连续画的第6根十字线不禁要让人问一问胡适到底怎么了？止步不前跌又跌不下去。最主要的是沪深两市全天的成交额只有 1.15 万亿，比上个交易日缩1004亿虽然是有3500只个股上涨，这个早盘上涨还要多一些，到了尾盘也有很多加入下跌的行列。这个成交量也是近1个月以来的一个低量，照这个趋势下去，很快就要进入万亿区间了。我一直说只要进入万亿区间，这个从去年9月底爆发的这一波行情就是正式宣告结束，资金退潮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钱又莫名其妙的撤了，也有可能是吃饱喝足撤了，也有可能置换出了一些山顶资本。6个十字星3400点上方3颗，3400点下方3颗，这个揭示了这个操盘的人这种高超的手法，这种精准控盘，谁能做得到呢？这种精准控盘又能控多长时间呢？另外一个大家要注意了，银行股似乎到顶了今天招商银行跌了5个点。这个招商银行一般是银行股的一个风向标如果招商银行是出现拐点往下走，那就意味着彻底的这波行情结束。众小散自求多福吧，珍惜为数不多的逃生的日子但是不要紧还有专家说现在是牛市，坚定牛市逻辑，淡化指数，短期处于主升浪的冷静期现在是6个十字星那是主升浪前的冷静期，后面就要来主升浪，也不知道往哪儿浪3月24号新正国际2024年业绩发布会上，首席经济学家詹益东表示2025年牛市开始进入主升浪，但主升浪也并不代表着是一条直线向上走，它是个震荡向上，是有颠簸的，但这个颠簸往往是有惊无险，甚至叫习习更健康。短期我们认为是处在主升浪里面的冷静期，或者说主升浪里面的第一阶段震荡调整期。冷静期本质上是要化解投资者的恐高情绪。现在大家淡化指数，因为主升浪确定以后，开始淡化指数，去寻找中国资产中广义 AI 链条里最牛的公司，这可能带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机会。我们认为2025年主升浪来了，但你要注意，要把心态放平，不是通过急吼吼的追涨杀跌，追涨杀跌会在牛市中亏掉大钱有专家告诉你，现在是主升浪牛市的冷静期。这个外资机构继续唱多这个高盛称中国股票有更多基本面驱动上涨。我们看怎么说的他说高盛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称在今年中国股票上涨约 20% 之后，预计还会有更多基本面驱动的上涨。不过重申，牛市可能因事件风险和获利回吐压力而放缓。分析师等在报告中指出，根据对投资者的调研，基于宏观政策等方面的原因，股票投资者似乎对美国关税担忧感到轻松。原因可能是一些投资者相信，相比贸易战 1.0， 中国当前似乎更有能力应对外部需求逆风，应对美国直接出口的减少和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大多数投资者认可中国人工智能叙事是游戏规则改变者，尽管对于人工智能潜在获益问题和争论已经浮出水面，预计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将会在未来10年每年提升中国每股收益预测 2.5%， 并带来潜在超过2000亿美元的投资组合资金流入。这个是财联社报道这个高盛可以说是一拍脑门，他就认为这个人工智能广泛应用每年要提升中国每股收益 2.5%， 为什么不是 3% 呢？为什么不是 5%， 跟我们 GDP 一样？不过高盛他也承认对于人工智能潜在获益问题争论
已经浮出水面，也就是说，很多人有不同的认识，人工智能到底有没有用？就你说那个什么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啊，就翻个跟斗，模仿人做一些动作，目前看啊，和一个遥控大玩具啊没啥区别。你要让它真正的能帮你干活，替代人的部分这个需求，这个恐怕还早着呢。说到这个量化，说到这个 DeepSeek， 对吧？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我们都说 DeepSeek， 对吧？一下让美西方震惊，引爆了咱们科技股行情，引爆了咱们人工智能。但是这 DeepSeek 怎么来的呢？跟股民有什么关系？这个刘继鹏教授啊，他有一个演讲，大家看视频啊。量化交易问题真的是一个让我们很痛苦的事儿。我们说量化交易可恨，不公平，割了散户的韭菜，所以证监会把高频量化停了，每秒钟300次以上停了，但是每秒钟299次没停啊。像宁波凌军这个量化机构，1分钟在上交所卖出了12亿，深交所卖出14个亿。什么样的机构可以1分钟卖出26个亿？只有量化机构。DeepSeek 发生之后，中国的大模型世界一流了。问题是他说的600万的开发成本是没人信，实际上要几亿，甚至有10几亿。梁文峰是一个量化交易的高手，他就是个私募证券基金。从某种意义上，这个私募基金就赚取了开发 DeepSeek 这个大模型的所有资金，因为他的钱肯定不是国家给的，他也不会说募集一笔钱我去干大模型，没人给他，那是高风险的，谁知道你能干成啊？只有靠自己积累，这个积累就是几十亿也好，10几也好，股民给他做的贡献。为什么量化交易这么厉害？第一是机器操作，二是根据模型设计，三是量化速度快。所以15年以后高频量化都是赚钱的，只不过是从2022年以后他们开始不赚钱，但是前边的7年赚够了几十亿。这么伟大的成就，伟大的民营企业，股民被割点韭菜算不了什么。因此今天回过头来要说的是量化交易的问题能不能解决。今天的股市为什么这么反复？刚涨几天就马上又回来了，而且现在的交易量基本上每天都是15000亿以上，这么大量一定是跟量化交易有关。我为什么说只要中国股市对头一定能上4000点？我的前提是只要把监管漏洞堵住。大家看这段，这是一段对话，非常受启发。DeepSeek 就是量化交易资金的产物。他说突发奇想，我想问 DeepSeek， 我要让你回答一下，你希望要对量化高频交易做哪些限制才会比较公平？它不公平啊！这量化交易这大网撒过之后，连小鱼苗都给扫走了，后边的人见不着鱼了。这就是中国股市的真实现状。能不能用这工具？没想到 DeepSeek 的回答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如果你是一个散户在 A 股，你希望对量化高频交易做哪些限制才会比较公平？请讲人话。因为 DeepSeek 它是机器，但是没想到 DeepSeek 归纳的这么好。作为散户，如果我要在 A 股市场争取更公平的环境，针对量化高频交易，我会希望监管层能落实以下措施。说人话版，第一，手速强制平等，给所有交易指令加个 0.1 秒的延迟，就像电竞比赛的公平模式，服务器再快你也得等红灯啊，我让你等 0.1， 你那1秒就交易不了299次。你别用军用光纤欺负我家的宽带。第二个，禁止撒豆成兵，单账户每秒最多下单和撤单10单，最多就10单，不要上来就成百上千单，防止用假单海战术画 K 线，那些挂9999手涨停单又秒撤的，直接收撤单手续费。收手续费，你不是老做假象吗？开盘前半小时帮上去了，然后突然一开盘又没了，撤的越多罚的越狠。第三个，高频交保护费，我不怕你高频，当天买卖的同只股票第3次交易开始，每次加收 0.3% 的印花，这是0.5%的现有印花税的10倍。你不是能高频吗？那你就给国家多做贡献吧。你看看人家这就叫自我革命，真敢对自己下手。第四个是拔网线机制，同一账户1分钟内触发5次价格异动，自动冻结交易15分钟。别想着用机器砸盘拉盘，人工盯不住就让系统
自动封。第五，策略透明化，量化机构每季度公示前 20% 的交易策略逻辑，不用透露核心代码，但得说清楚赚的是市场趋势的钱还是割韭菜的。第六，散户专用通道，每天开盘前半小时和收盘前半小时只允许散户挂单，让大妈们有机会按自己节奏买卖，而不是全程被机器单包围。你说你 DeepSeek 多了不起，还知道大妈，人家自动生成。第七，亏损连坐制，量化产品如果连续3个月跑输大盘，必须自购 20% 份额，跟基民共担风险，别赚了收管理费，亏了就说市场风格变化，就是从反向在压迫它，做不你得自购 20%。第八，禁开夜市摊位，这些奇思妙想都是这些利益中人想出来的。禁止盘后大宗交易，所有买卖必须在白天交易段完成。那些趁着散户下班偷偷倒仓的，就得放到太阳底下暴晒。第九，熔断 2.0， 个股30秒内涨跌超 3%， 自动进入5分钟冷静期，只能降价买和涨价卖。这个防止机器狗互相撕咬引发雪崩，你看他想得很周到。最后是自营盘隔离，券商自己的量化交易和客户账户完全物理隔离，抓到客户爆单数据为自家模型的直接吊销牌照。这一共是10大措施，他最后有一段结论说的是很好。这些措施本质上是在技术层面削弱机器的绝对优势，在规则层面增加策略的博弈成本，最终让市场回归人对人的智力较量，而不是散户型肉鸡对机构级的服务器的降维打击。我就谈这个 DeepSeek 有这么好的应对和如此高的耦合，它的这种反应速度回答的这么精妙，这真的是我们答不出来。这些招招都可以干，就保证了市场的公平，关键就是有公平2字。今天中国的股市在效率和公平面前，要保护投资人的公平，而不是那 6% 机器的效率。不过我始终认为啊，这个量化应该要提倡，要加大，要从这个人工智能啊发展科技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要加大，要机构对量化。那这样逼的那些公司啊，都玩命的去搞人工智能，用自己的这个量化的这些策略割对方的韭菜。当然这个前提是散户全部从市场消失，不能说全部啊，70%叫去散户化进程，就是量化跟量化对着干的时候，散户消失了，割没了，剩下一些对吧？那些高水平的散户，对吧？他已经不是普通的赌徒啊，他恐怕是真正的投资者。你想割他也割不了啊！只有这样，我觉得这个胡适啊，他才有走好的这种可能，这个基础啊。这我一直都不避讳我的观点啊。你说胡适里面都是充斥着一些什么人呢？炒7个葫芦娃，炒东南西北中发白，炒董事长的生肖，炒川大智胜啊，7个葫芦娃，所以应该有7个暂停。你说这都叫什么事？明明有些上市公司已经被监管部门、被证监会立案处罚，对吧？进行立案调查，还有散户要往里冲，要去搏。那你说这样的散户，你保护他是要图什么呢？为什么要保护呢？这是关于胡适的啊。接下来我们还是聊一聊这个胡一进老师以及他的老朋友啊司马南老师。二位老师啊，这个可以说啊，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呢，一个正在炼狱之中啊，一个现在正在到处潇洒。一对好朋友，曾经的战友，一起对付公知啊，剿灭网上那些所谓的公知。两位战友现在啊，境况竟是如此的不同，令人这个叹为观止啊，就是令人感到感慨啊。今天晚上一篇文章把这个司马南老师啊最近被税务部门罚款偷税漏税这个事情梳理了一下，我发现很有意思啊，结论跟我差不多，也就是司马南老师已经把怒火，已经把矛头对准了胡一进老师，这个叫相爱相杀呀。文章的标题叫关联 MSN 揭发司马南，幕后的大佬生气了。文章开头就说啊，狗咬狗一嘴毛，但高端局的互撕格外精彩。之前司马南回应记者对于偷税的事儿，把锅甩给了 MSN 机构，说是只给了他600万，试图塑造一个被大机构大资本坑了的冤种角色。没想到这家 MSN 机构也不是吃素的，竟然主动揭了司马南的老底。25日，知名学者王晓东公开表示，与司马南合作的 MSN 公司为4月华文，
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实控人为饶锦。没错，这个人就是观察者网的头子。这个饶锦啊，说很早就签了金灿荣、李素等一众主打爱国赛道的大 V， 以观察者网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闭环矩阵。王晓东告诉记者，他与饶锦相识多年，近期饶锦给他打了电话，告诉自己的委屈，表示这个锅绝不能由他来背。按照姚锦的说法，司马南早就拿走了全部收益，MSN 公司根本无法代扣缴纳个税。如今司马南对外将责任推给 MSN 公司，让他非常头疼，因为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才找熟人解释。这个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啊，司马南这个事情爆发以后啊，这个国家有关部门啊发了一个通告，结果司马南马上就回应，把锅啊甩到 MSN 公司头上。我当时就做了节目啊，这个司马南实际上就是甩锅，一甩锅，二公开检举揭发。我想很多人看过那一期啊。运营司马南抖音账号的 MSN 公司为姚锦实控，说有了这个解释，也就能够证明为什么税务机关为什么只通报司马南的偷税问题，而没有说到 MSN 机构。因为早在查司马南之前，税务机关就找到了这家 MSN 机构，查了账目，但没发现问题，所以才奔着司马南去的。有趣的是，当记者拿着姚锦的解释去致电司马南的时候啊，记者拿着饶锦的话也跟司马南对峙一下，结果说啊，这个截图啊比记者还快的司马南竟然多次挂断电话，也不回复短信。这个你说怎么解释呢？心虚了，本来想甩锅给这个 MSN 机构， MSN 机构如果说把这锅给背下，那么司马南老师以后还可以东山再起，对吧？这都是坏人陷害，这都是美帝啊，西方资本，哎，这资本家设局啊，害了我们爱国人士正能量，他以后可以东山再起的。结果这个 MSN 机构他是不背着锅，你说这怎么弄？对比第一次啊，这个记者说，对比之前红星新闻记者采访他却抢在记者之前放出确切的消息。就上一次记者采访他急哄哄的告诉说，哎，这就是 MSN 机构干的坏事。那对比这一次呢，记者再找他呢，显得蔫儿罢了。没想到人家这么快就反击回来了，包袱就甩过来了。这个媒体说啊，毕竟饶锦可是他得罪不起的大佬，观察者网也是当前如日中天的平台。当年司马南的昔日好友同 MSN 旗下的战友李素就曝光过司马南是如何把他带上职业反美的财富之路。李素说啊，他说我跟着司马南弄了几期，就发现哗哗的来钱了。即便这么来钱啊，李素说他的收入和司马南之间还差着10倍，那就是司马南更来钱。这个据李素自己说啊，当时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和司马南录制了一段鼓吹反美的视频，当时就有200多万人观看。他说啊，我从中就知道司马南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我跟司马南录了几次视频以后，我最后下定决心投入新媒体的运作，也就是通过跟司马南做这种反美视频，他发现了商机，发现司马南果然赚钱，这个反美这个赛道大有可为。这个李素披露，他说现在这几个分钱的账户都是属于办得相当好的，不管是头条还是好看视频，就是那个百度下面的好看视频啊，你只要做得好，热度高，每个月都分钱的。饶锦在签约他之前还曾签约金灿荣、李毅、张杰，而司马南是他的领路人啊。我说了啊，这个观察者网下面那可是群星璀璨的，随便拉一个出来那都是响当当的人物，都是正能量。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跟司马南一样。至于胡边、张维为、陈平，这3个人啊，签的是另一家公司，这就有意思了啊。你想另一家公司它不是饶锦的，那就相当于是2个阵营了，都是正能量啊，但是隶属于不同的老板。也按照加州老师的说法啊，按照司马南说法是隶属于不同的资本家。这么一说的话，加州老师终于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在为资本家张目啊，为资本家做狗啊，狂叫啊，为资本家打工，为资本家去割爱国流量，不就这意思吗？他说仔细想一想，这个赛道也挺卷的，卧龙和凤雏竟然都不在一个集团，那就是2个阵营啊。这个确实，怪不得司马南会和老胡决裂，原来在这条赛道上
他俩都属于同抢一只饭碗的对手，老朋友就此分道扬镳，就此为不同的资本家去鼓入乎啊，去担这个鹰权。哎，你按照司马南老师说法啊，这咱们用司马南语，江湖中本来就是这么回事，谁的刀快，谁就有理。相比如司马南，老胡的刀经过系统的淬炼，更加稳重老成。说值得玩味的是，司马南前2天对记者嘲讽老胡，说这事啊，你去采访胡锡进吧。也就是司马南刚被这个有关部门啊通报了偷税漏税、违法犯罪，那媒体记者采访的呀，司马南，结果他让记者采访胡锡进，就是通过这个，我可以分析出啊，司马南老师对胡锡进的怨恨，这种恨啊是刻骨铭心的。以前他们俩就分道扬镳了，虽然他们的理念是一致的啊，对吧？也善都是一样的一个祖宗啊，对吧？万善都是额爹嘛，都是为额爹效劳，但是2个人还有不同的地方，利益不同。额爹给司马南老师送2罐蜂蜜，给胡锡进老师不知道送了啥呢，也可能没送。总之这个涉及到利益。现在眼看着啊，胡锡进老师啊就要踩着司马南的尸体往上爬，这司马南他能心甘情愿吗？当时很奇怪啊，胡锡进老师也第一时间做了评论，然后又立马给他删掉了。我在节目也介绍了啊，后来胡主编看到，默默删掉了批判司马南的文章，充分展示出了一个赢家对于胜败已分的大度和了然。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啊，24小时以后，胡锡进老师又发出了一份更加明确指向的批评偷税漏税的文章，一个字都没有提司马南，但是啊，似乎处处都在提醒大家，他说的就是司马南，这个把文字玩到了极致。然后总之他那个微博我看了，就是说司马南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司马南看到之后，你说他牙都咬碎了，说司马南大抵是凉透了，但是胡主编欢呼雀跃的身姿依然活灵活现。他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时而说人话，时而说胡话，说主打一个哪头好处大就往哪一头捞一把。所以对于这些搞垂直赛道的人，我们都不要投入太多的情感和信任，尤其是那些喜欢给自己贴光辉标签的人，背后大概率都是污泥煮水。说像巫术变法里的康有为，天天高呼变法强国，真遇到了事儿，他立马丢下后来被砍头的亲弟弟，和司马南一样踏上了旅行的航班，第一时间跑到海外，娶了新的6房7妾，拿着变法骗来的经费去瑞典买下岛屿，过着极为奢华的生活，高呼变法，只有他变强了，死的是6君子，爽的是他本人。就像司马南高呼爱国，他的粉丝没因为跟着他而变富，反而成就了他在海外奢华的生活，以及随手就能掏出900万现金的雄厚实力。900万啊，你就工行存1年，这利息啊就有20万，哎，对吧？他这个2年前存那是2%几啊，对吧？他就躺在吃工行利息，一个月都有2万块，这个基本上跟胡锡进老师打个平手啊。胡锡进老师退休金就是2万，但是司马南老师他不服气呀，人活就是一口气，很多时候历史只有视角，没有真相，但视角越多，就越能接近真相。可以说司马南老师在爱国赛道疯狂敛财啊，这个疯狂的偷税漏税，把本应该交到大头的钱他自己不交，对吧？尽量少交，然后忽悠大家去交，交完之后呢，交到大头那儿让他去管，他自己是尽量少交，他自己把钱交到美帝那儿去，然后他说这叫爱国。所以说这个我早就说了，这正能量啊是一个典型的才叫卖国，所以这正能量啊不用怀疑。这里面啊值得这个推敲的是，一个是观察者网跟这个司马南之间恩恩怨怨，观察者网下面还有那么多正能量，那么多大咖群星璀璨，他们有没有问题？第二个啊，我知道司马南老师和胡锡进老师2个人是冤家，曾经是亲密无间的革命战友，现在已经是成了水火不容，有你没我一个对头。这个我知道啊，我能接受，但是我不知道司马南老师和对胡锡进老师怨念如此之深，所以我认为啊，假如下一个倒台的是胡锡进老师，那么这个军功章上啊一定有司马南老师的一半。司马南老师现在啊恐怕就在不遗余力的在检举揭发胡锡进老师。我也说过啊，司马南老师一定会把爱国赛道搅一个天翻地覆，也就是掀桌子，他吃不了，别人也别想好好吃。而这边的胡锡进老师呢，现在是风淡云轻看庭前花开花落，
他今天啊为这个大街上没人而感到担忧。他说我每天坐电梯上下楼，电梯间里碰到的最多的人就是快递员，绝不是夸张，是真的。全民吃外卖，吃的方便面都卖不动了，而且很多人吃的肥胖了，街头这般美景都白瞎了。我知道很多人是工作忙的，只能用外卖糊口，但让我们的社会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好吗？没意思贬低外卖，它是经济增量，提供了方便，但希望能更平衡。总之，希望把正常的晚上正常的周末还给大家，让万家灯火配上街头的流光溢彩，人人更健康，我们母亲城更热闹，更有烟火气，更美丽。你看看啊，这胡一静老师，你先不管他说的什么意思，总之说明他的心情非常愉悦，非常就是他有闲情去操心这些大街上没人，对吧？多愁善感。而那边司马南老师呢，要死要活，水深火热，没人替他背锅。虽然有一些这个铁粉在给他洗地，但是越洗不是越难看吗？这个大家为什么不愿意上街？为什么不愿意逛街？街上为什么人少？胡一静老师他把这个推到外卖头，是因为有外卖，大家都点外卖，所以说不愿意上街。实际上胡一静老师搞错了，如果人人都能像他一样轻轻松松每个月固定2万块，谁愿意天天坐在办公室呢？谁愿意天天加班呢？谁愿意天天去点外卖呢？对吧？你一个月2万块轻松而稳定，旱涝保收，而且还每年增长，而且还不卷，大家有的是闲暇时间，谁不愿意去享受呢？对吧？胡一静老师这个充分的就体现出叫站着说话不腰疼，也体现了叫什么朝气蓬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青年人，生无可恋的中年人。治胡一静老师这个病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的退休金砍掉2/3，这个病2个月就好。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